最近杭州地產界嘅酒局醜聞，真係令唔少人三觀盡碎。喺目前房地產行業整體衰退、市場又好難打底嘅大背景之下，呢件事無疑就好似一巴響亮嘅耳光，狠狠咁刮落成個行業塊面度。杭州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、濱江區副區長余某棟嘅個人簡歷，已經喺濱江區政府官網悄悄咁被刪除。隨住余某棟嘅簡歷被撤落嚟，媒體順藤摸瓜，揭發咗一場由飯局引發嘅惡性事件，仲喺網上引起巨大轟動。今年7月，喺放工返屋企途中嘅李女士收到佢所在房企直屬上司馬某嘅電話，叫佢即刻趕去一個飯局食飯。呢種場面，老實講，對好多地產人嚟講，真係相當熟悉。地產項目由攞地、攞各種施工同開工許可，再到施工審計，中間要打交道嘅人五花八門，各式各樣嘅酒局基本上係避無可避。大家面口混熟啲，關係拉近啲，個項目先可以順順利利推落去。可以咁講，至少喺以前好長一段時間，尤其係房地產最鼎盛嗰陣，員工突然收到電話，被叫去參加酒局，喺地產行業入面其實係好普遍嘅事。除非你本身有背景、有靠山，唔去都冇人敢點你，或者你只係去第一場、第二場，食完就係藉口走人，否則一般員工真係好難拒絕。就算你心入面有1萬個唔願意，都一樣要去。點解？因為除非你已經唔想撈。我哋稍為整理一下今次事件入面嘅人物關係。叫女員工過嚟陪酒嘅係建發杭州公司，做東嘅係佢上一層嘅開發商招商蛇口，而招待嗰位就係主管單位領導杭州濱江區嘅余某棟。簡單咁梳理一下，成個場面其實就非常清楚。招商蛇口浙江公司總經理趙某峰做東，建發杭州公司總經理馬某剛負責陪坐，目的就係去公關濱江區分管徵地拆遷、城市規劃嘅關鍵人物副區長余某棟。咁問題就嚟啦，招商蛇口點解要搞呢一局？因為就喺今年6月下旬，招商蛇口經過足足3個鐘頭，243輪競拍，以79%嘅高日價搶低咗杭州濱江區上半年最稀缺嘅怡寶南地塊，耗資大約61億元，樓面價大約5.2萬元1平方米，一口氣刷新咗2026年上半年杭州土拍單宗總價、單價、日價率3項紀錄。要知道喺2019年趙某峰空降杭州公司做總經理之前，招商已經入杭州10幾年，但就算佢係中字頭，好長一段時間喺杭州都仲係路邊一條，一直都冇乜真正攞得出手嘅項目。到咗2025年之後，趙某峰做招商蛇口，浙江公司一把手，前面建發遞過嚟嘅項目令招商突然硬氣咗唔少。今次再重金搶低濱江嗰幅地，佢拉埋建發公司一齊搞，正正就係想喺杭州房地產市場大展拳腳。咁喺呢個時候組個局，請主管單位領導食飯，講白啲咪就係拜碼頭。點解？方便攞完塊地之後辦理各種許可、審批手續等等，一路都可以順順利利推進。飯局上面全部都係男人。招商蛇口嘅趙某峰專注咁將余某棟哄好陪好，建發嘅馬某剛喺當地深耕多年，關係又深厚，自然就要將甲方金主同主管單位領導兩邊都服務好。於是乎就出現咗打電話催下屬女員工，叫佢趕嚟陪酒呢一幕。李女士趕到酒局之後，一入包廂，入面一雙雙眼睛即刻齊擦擦望住佢，成張台全部都係男人，而坐喺 C 位嘅毫無疑問就係濱江區分管城建嘅副區長余某棟。李女士連入面啲人都未完全睇清楚，就收到第一個要求，先飲酒，而且唔准用杯，要用壺。咁多個大男人圍住場內唯一一個女性，死命咁灌酒，想將佢灌到失去意識，顯然唔係普通應酬咁簡單。果然
飲完酒之後，現場啲男士帶住李女士去咗樓下嘅商務 KTV，就喺嗰度。李女士被副區長余某棟同企業高管趙某峰強制猥褻，但問題係，雖然李女士俾人灌咗好多酒，佢當時嘅意識仍然保持清醒。當佢被兩個男人用身體控制住之後，佢曾經大聲呼救。但喺嗰個情況之下，人性究竟點樣同獸性抗衡？成個包廂入面有咁多人，竟然冇一個人企出嚟制止呢場荒誕嘅惡行。所有人似乎都有一種默契，既然你人都嚟咗，就應該已經做好咗某種被獻祭嘅心理準備。於是多次求助都冇人理之後，李女士只能夠靠本能猛烈反抗。喺反抗嘅過程入面，雙方發生肢體衝突，而猥褻佢嘅企業高管趙某峰就因為咁而惱火，一巴將佢推倒落地。李女士腰部撞到硬物，導致截裂，仲有脾臟受傷。到呢個時候，終於有人察覺事情鬧大，於是緊急將李女士送去醫院。啱啱入院嗰陣，李女士甚至一度處於昏迷狀態。當時佢屋企人並唔知道究竟發生咗咩事，之後見到情況唔對路，再三追問之下，先至知道事情經過，跟住報警。經司法鑑定，李女士最後竟然被鑑定為輕傷2級。大家對輕傷2級可能冇咩概念，其實法醫口中嘅輕傷根本唔係我哋平時理解嗰種擦損少少皮、撞瘀咗少少咁簡單，佢屬於中度傷害，亦係區分違法同行為構成犯罪其中一條重要分界線。舉個例子，有人跌低整斷一條肋骨，普通人睇落去已經覺得好嚴重，但喺法律上，一般情況下，呢種情形通常只可以算係輕微傷，而如果斷2條或者以上肋骨，又或者頭皮傷口縫合超過8厘米等等，先通常可以達到輕傷2級嘅標準。李女士初步鑑定已經係輕傷2級，可見佢嘅傷勢其實已經相當嚴重。輕微傷可能只屬於違法，但輕傷2級就涉及刑事犯罪，傷人者要承擔刑事責任。8月6號，杭州上城區警方接報，第2日就正式刑事立案。招商嘅趙某峰、主管地產嘅副區長余某棟被刑拘，之後余某棟被免職，趙某峰亦被招商蛇口免職。建發嘅馬某剛同樣被公司免職。不過呢度要再講多句，按照刑法，故意傷害致人輕傷，最高刑罰亦只係判2年。如果加害者認罪認罰賠錢，再攞到被害人諒解書，基本上都有機會爭取緩刑，甚至爭取唔起訴。你對比一下國際上其他地方，骨折通常已經會被視為中等甚至嚴重傷害，例如印度法律就直接將骨折列為嚴重傷害，但喺國內呢啲傷勢竟然叫做輕傷，所以某程度上輕傷呢2個字真係輕得令人覺得飄。佢唔單止容易令受害人覺得委屈，亦容易令大眾對暴力事件降低警惕。好多女仔睇完呢單新聞都會覺得毛骨悚然。因為縱觀成件案，最恐怖嘅地方究竟係咩？就係所有人似乎都有默契咁默認李女士係被獻祭出嚟嗰道主菜，而當佢呼救嗰陣，竟然冇一個人真正出手幫佢。喺呢場飯局入面，C 位嘅余某棟係分管承建嘅副區長，而趙某峰又係企業高管。呢2個人無論係地位定係權勢上，都係成場人入面最有份量嗰2個，而真正實施侵權行為嘅，偏偏又係佢哋。所以整場飯局好可能只有李女士一個人唔知道，其他人其實早就知道呢個女人係過嚟獻祭俾領導嘅。呢度根本就好似一場權力同服從性嘅測試。而且呢種情況大概率唔係第一次。有知情網友話，趙某峰喺事件發生之後，曾經想用100萬封口，但就俾李女士拒絕咗。問題就嚟啦，點解佢哋咁樣明目張膽侵犯一個女性？點解佢哋對於處理呢類事情，竟然可以表現得咁熟手？有可能呢種事根本唔係第一次發生。
有可能之前嗰啲女性都係用同樣方式被擺平。咁究竟有幾多個女人曾經喺飯局上面被當成獻祭品，送上呢啲男人嘅酒酌？好多人睇完呢件事就話係酒後亂性，話係酒精刺激之下先至做出一啲荒誕行為。亦有人將所謂酒文化當成一張可以遮住手腳唔乾淨嘅遮羞布，但其實酒本身係乾淨嘅，唔乾淨嘅係人，所以酒精真係唔需要替佢哋孭呢個鑊。無非就係有人想享盡各種理由為自己亂性藉口，而且成件事根本唔係咩酒後亂性，而係涉嫌強姦未遂。點解飲咗酒仲可以清醒咁諗住嗰啲嘢？點解飲咗酒之後仲可以諗住首先照顧領導？呢班人其實好清楚自己做緊乜，而更加要命嘅係佢哋似乎對自己好有信心。嗰種自信就係就算出咗事都有人幫佢擺平。有網友翻查資料之後指出，趙某峰曾經係某地高考狀元，仲係清華畢業，擁有一份令人羨慕嘅履歷，同一條睇落去幾乎可以話係開掛嘅人生路。可能正正因為前半生實在太過順風順水，先令到佢產生一種錯覺，只要有錢就冇擺平唔到嘅事，結果就膽大包天道，咁做出呢種欺壓女性、踐踏他人尊嚴嘅事情。當酒精再疊加權力，人面獸心嘅人先至會慢慢除低外衣，露反出原本嗰副樣。而嗰啲冇能力反抗又身處職場弱勢位置嘅女性，就變成咗權力酒桌上面嘅下酒菜。其實職場上面有一種極度可怕嘅隱形預設，就係一遇到重要應酬，女性員工就被默認應該企出嚟陪領導、陪客戶、扶酒局，用飯局上面嘅順從、圓滑識做，去幫公司換取人情關係同生意。好似職場女性嘅時間、情緒、尊嚴，全部都係公司可以隨時調動嘅社交資源，甚至去到某啲必要時刻，女性仲好似應該要有一種獻祭自己嘅自覺。呢種事情真係已經發生過太多次。例如2025年，浙江安吉有一間人力資源公司，一名女員工跟住領導出差，佢按照領導安排陪客戶食飯、唱 K， 同樣都係喺席間被大量灌落白酒。醉酒之後，佢返到酒店房間休息，大駕方客戶之後，竟然喺酒店度騙取房卡，刷卡進入女員工房間，趁住佢熟睡，企圖實施性侵。好彩女生中途驚醒，奮力反抗，先至冇令對方得逞。但事情發生之後，女生患上嚴重嘅情緒疾病。更加離譜嘅係，公司喺事件發生之後，第一時間唔係保護女員工，亦唔係追究侵犯者，反而係勸退佢、解僱佢。女生一怒之下將事件經過發佈上網，眼見輿論聲浪越滾越大，公司先再打出金錢牌，企圖用20萬蚊私了要求女生刪帖。大家睇下呢件事就知道，事情未發生之前，利用女員工嘅長相同性別優勢去幫公司換取資源，出咗事之後就一腳將你踢開，撇到一乾二淨。呢種玩法喺某啲職場環境入面，早就形成咗一套令人心寒嘅潛規則。喺一份女性職場報告嘅調查入面，有43%職業女性表示曾經遭受異性喺言語或者肢體上嘅騷擾，而當中重災區就集中喺陪客戶應酬、食飯、飲酒嗰啲場合。至於真正曝光出嚟嘅，只不過係冰山一角。咁點解而家好多商務應酬局一有重要客戶，就好似帶上一個女性已經變咗標準配置？因為一張全部男人嘅酒桌，多數講嘅都係項目、利益、合同、錢，但一旦帶埋一個女人坐喺度，有啲人嘅德性就慢慢露晒出嚟，開始講黃色笑話，開始勸酒，開始起哄，甚至去到最後，將女性身體同尊嚴嘅犧牲直接變成交易本身嘅一部分。最高權力
個人穩穩陣陣坐喺 C 位，年輕女性坐埋旁邊陪酒，成為佢哋飲酒助興嘅工具。到最後，嗰名女性甚至可以被當成一道菜，被一班位高權重嘅人一口一口咁吞落肚。而最可怕嘅地方就係佢哋會將傷害包裝成工作需要，或者包裝成行業慣例。你敢反抗就話你唔識做，你敢拒絕就話你唔俾面，你唔去陪酒就話你唔識顧全大局，你唔配合就話你格局太細，唔顧公司利益。就係喺呢種職場 PUA 之下，好多職場女性俾人食咗豆腐，受咗傷害，最後仲要自己忍氣吞聲，因為為咗一份工，佢哋無奈之下只可以犧牲自己嘅尊嚴同面子。所以呢樣嘢根本唔係普通嘅酒場文化，而係一場由言語開始，再一路升級到身體層面，對女性進行性騷擾甚至嚴重迫害嘅過程。今次呢件事表面上或者已經去到一個階段，但係實際造成嘅影響已經非常深。因為公職人員接受監管、受管理對象嘅酒席宴請，本身就係長期明令禁止嘅紅線。但呢位主管地產分管承建嘅副區長，唔單止公開同開發商、企業高管一齊飲酒作樂，而且仲飲到咁高調、咁張揚，完全唔理所謂底線同紅線。更加值得關注嘅係酒局上面嘅劍法同招生蛇口，一個係嚟自廈門嘅地方國企，另一個更加係中字頭。但偏偏呢啲所謂國企、央企管理層做緊嘅又係啲咩事？竟然可以喺眾目睽睽之下涉嫌猥褻女性，甚至知法犯法。喺反腐倡廉常態化嘅今日，央企高管同手握承建審批權力嘅公職人員一齊喺酒桌上失當，甚至出現涉及猥褻女員工嘅事件，影響之惡劣，真係唔係一句私人飯局可以大過。所謂合規喺酒桌潛規則面前，竟然可以形同虛設，最後變成咗一場赤裸裸嘅權力展示同利益勾對。當權力同利益喺一個密閉包廂入面形成一個完整閉環，連一個女性喺入面呼救都可以俾滿台人冷漠咁無視。呢件事亦間接暴露出部分地方政商關係可能依然存在盤根錯節、千絲萬縷嘅問題。也許喺李女士眼中，酒桌上面嗰啲所謂領導、所謂高管，全部都應該係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體面嘅人。但壞就壞喺上流社會，往往有唔少下流之人，佢哋用下流手段走入所謂上流社會，再用所謂上流嘅身份去做下流嘅事情。佢哋成日叫你學好、守規矩、講格局、顧大局，然後轉個頭就由得自己洗懷。牽涉利益嘅時候，人性可能仲可以講善良，但一旦牽涉到利益、權力同地位，嗰啲人可以壞到比任何人想象中更加徹底。